你睇，金牌網紅攝影師通你嚟澳門影相啊，500蚊一日啫喎。真係㗎？我哋都去澳門喎，不如我哋約佢出嚟影相啦。喂，好啊，我睇下先。喂，陳老師話聽日 OK 喎，我訂金都唔使俾啊。咁我哋仲等咩啊？仲唔快啲出發？好啊！来，两位美女，看这边。对，把手举起来。对，你看多漂亮。来，点个心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先生，呢位攝影師，請你出示證件。非本地居民喺本澳從事工作，包括向他人提供攝影服務，都係需要預先獲得工作許可，否則即屬違法。根據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同埋聘用外地僱員法嘅明確規定，非本地居民為自身利益從事活動，必須獲得事先嘅許可，否則最高可被科處5萬元嘅罰款。而非本地居民未獲許可以僱員身份逗留喺本澳嘅情況下，喺澳門提供工作，俗稱黑工，最高可被科處1萬元嘅罰款。而僱用黑工更加係刑事嘅犯罪，最高可處2年嘅徒刑。治安警察局呼籲市民及旅客，如果需要攝影服務，應該選擇本澳嘅合法攝影公司同埋攝影師。即使喺網上平台進行預約，亦同樣需要小心。所以謹記揾合法嘅工作者，咁先可以保障我哋嘅合法權益。